树坤，乡亲同乐比，大家来相比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又见面了哦。哎呦，冇错，今日吼看到按到才华洋溢，来表演。所以今日准备嘛个好料一本大家咧。等下帮你大开眼界。奖金有准备好啦吼。有咯，吼，唔会失礼哦吼。唔会啦。哎呀。我有点失礼吼，就会失礼嘅就评审先生，评审先生嘅唔错啊。入面誒呢個紅包吼，全部都傳好咧。準備好誒？好。係啊。希望做得發出去。冇唔錯。哦，按樣看表演之前吼，來看呢個評審先生，介紹呢個評審先生啊。霹靂表演。撇下鄉土客家民謠劇團團長邱彩雲先生，音樂製作人姚少奇先生，客家新傳師鍾鳳儀先生。3位評審先生介紹睇下。要麻煩啦，嚇。冇錯哈，接下來看今晡日動精彩嘅表演。哎呦，接下來看生活絕技。哎呦，安尼好喲，記住哦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很多嘛改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为他只有练到太嘎后啦。哦，嘿，他的名字叫明泽，明泽对不对？听说你们这个武术队已经成立有17年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成员大概有几个？一般呐，如果说像一般的话，一个班级几个？十几个。十几个。十几个哦。哎呀，那你们都是从很小的时候，像这么小的时候开始练的，是不是？差不多。真的？那你妈妈为什么会？你妈妈为什么会想送你来练这个？你练到牙齿都没有了耶。没有。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练到头发都翘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刚刚看到他又拿剑，又拿 gam 又拿棍呢。哎呀，想说干脆出来的时候直接看分数好了啊，都给满分，危险。那我们来听听我们最瘦的哪一位？瘦老师。才有欣赏啊！他说哪里呀？非常欢喜哈！看到两条小朋友哈，帮我心中非常的感动。其他一天呢是有力的哟，你看看我被撞到是会五强哦，很用力，马步也站得很稳。所以讲以前你用武练身啊。师傅大拳土踢叉啊，赖老师就传呼过。师傅大拳土踢叉啊，就是师傅的绝招很多啊，他不会全部教你啊，因为他要防身啊，莫难也不用总死体去啊哈。有限的时间啊，让人们看到呀，师傅有留一步嘛。好啦，安勇接下来看那个武术队哈，这里都给分数嘞。老师，请给分。叶迪大师，太高了，我在分2倍呢，对他就发了，对他就发了。老师，请给分。来，庄老师满分，全部满分。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要给满分吗？因为怕你那把剑，你待会耍剑的时候，刚刚耍剑的时候，恭喜你得到满分呐！谢谢，下次再来哈。好，你们继续加油啊！可以了，拿着奖金去买糖果喽，好不好？你最开心的，你要买什么？没有。玩具。你最近有没有想要买的东西？没有吗？那奖金还我。好，那你看他的坑。姐姐都这样。下一组的表演。
重赏鼓励，哎呦，对呀，存发剂，存发剂吼，安有冇看到哦？系啊，你那紧张诶，看到啦。哎呦，一年比一年强，系啊系啊，唔好暴气，唔暴气哦。人帮啊就走唔得，人帮就走得。师傅就敲到头拿。我们冇看过很帅的帅哥啊，有亲眼到诶。哎呦，系啊，啊没有，本这俄罗都会感觉用的呀。啊，会准啊，冇强用吼。哎呀，同一般的小姐俄罗冇强用吼。系啊，冇强用啦。好啦，喂，做得做爱来诶，做得了。啊，讲到做下顺的，顺的做得。冇啦，冇啦，对啦，俺忙有按路啦。啊，因为今年60嘛。唔知了，哎呦，唔知了，一般一流。你看就这样跳进去嘞。做阿嬷嘞呀？有做阿嬷呀，哎呀，真有福气耶，青后上就做阿嬷哎。你用不来学那个客家散台跳？哦，我最喜欢的，我最爱做散台跳。客家三狗必须都是前3名的呢，没有前3名绝对不会回家的。好啦，今日有唱那个东后小嘅。小提琴啥？来，尤老师。那个那个大擂台哈，代表你做流行组的比赛，流行组嘛哈。旁边2位都是那传统散台跳的高手。哦。那你让我来评这个做流行组来评，那表示制作单位的用心，你知道吗哈？没有，是轮着的，不用想太多。用哪个角度？用我做流行组的一个角度来看哈，存发剂哈，你个声音哈 ，key 可以再升半音，你只要升上去之后，我给你保证哈，你要想哈，一听到热闹打擂台，传统组的话，很多人哈就很危险的，哦，会堂东也跟命哦，嘛给啦，看到哑人就危险啊，等到冲。这今天表现来讲我懂哈，很喜欢哈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刘老师喜欢，不知道2位评审老师喜不喜欢呢？接下来看那个太极做得到几多嘅分数咧？看分数，来，再来。哇，3位评审时常全部点到满分啦！满分。哦，红包拿出来嘞！来哟，奖金拿出来哟！来，买上副的哟，买上副的哟。系哟，做得去自装一下的哈，好不好？有分气啦哈。有。好，听下来看海族的表演哦。送上鼓励，阿爸，厉害了哦！好沙皮呀，沙皮哦，有条件沙皮哦，动腔呢？哎呀，唐讲15岁时间就发觉到奇怪的是，家用青菜拿一点那个东西做，我已经发出声音了嘞。哎呀，一个用没抢色的喏，用没抢色的喏。啊，用灶嘅盆，也係用長嘅盆，嘅上下好。冇爭啦，你攰熱盆一盆灶啊，再攰熱盆一盆灶。再唔會通，啊盆嘅盆失敗了，你變成個粒粒。好，你攰熱盆再當唔掉。我通，我覺到係咪？
用早的盆几年唔会啦。好啊，也个强色的有冇？啊，盆伊旧样我变也个黄色的哈。咁厉害哈！黄色咧天蓝也唔系细啊，小到高就好咧。也个哦，啊也个喏。墙喺在树上显杂啊。啊，乜嘅叶嘅就做得盆嘛？我乜嘅叶不盆，通台灣嗬，超我乜嘅葉落盆啊，超我。真是咯，唔係盆幾個哦。我盆最太皮係只強就入，強就入嘛，原本拿本係盆，按太強就係迄個順刷強就一拿進盆啊你啊，強就皮可以盆冇？做得咩？強就皮可以盆冇？梗係盆唔得啦，根本咬完。我試過係強就皮可以盆啊。強就皮會咬完咧。會咬完啊！按厲害啦，4、5歲就開始發覺有些個一個才藝啦。係啊，頭擺裝油嘅啦，哦。裝油進盆哦。頭擺裝油，因為盆過，所以我嘅。街頭表演時講啊，嗰陣人喺頭個裝油。你又還有街頭表演哦？喲，我街頭藝人啦，我是街頭藝人。哎呦，有考證照嘅哦。啊，有考嘅證照啊。我證照有啦。你沒有帶來哦。帶人家證照，一係兩樣咩事呢？係啦。一夜走天涯，國寶級夜笛大師。總銷恩，行動電話。謝謝。哎，我哋分兩批呢。對他就發啦，對他就發啦。唔係，好啦。那個一夜定江山呐。我當初一考嗰時吼，我是第一名嘅哦，叫一夜定江山。哎呦，我當初一考是一夜定，青島啦哦，頭人人哦。哎呀，冇呢落係咩？頭人人13強進比賽。比賽才藝表演啦，不一定係講盆入喎，也有吉他嘛，嗰類就我第一名啊。所以當初嗰時我是變一夜定江山。所以兩名嘅歸一夜定江山。後來時我就一考街頭藝人考了，後來全部通過嗰時變一夜走天涯。俾喺台灣啊做到咧，我要行英愛嘅嘛。哦，我竟然嗬嚟台灣嗬，第二天我潛埋。我潛啊！講台灣有日本人不懂厲害啊。哦。但是他們記得我厲害，又蠻厲害，有啲我本人冇背，佢愛兩隻樹啊。你所有看到兩隻樹，就哪一隻樹呢？哪一隻兩樹奈何冇奈何，窮人冇長啦。一隻樹哦可以吹18個音。18個音呢？音階。你2個手只能吹14個音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2個手一定要高音，沒有辦法吹到低音。哎呦，我的一定可以很低。一個劉偉海專業表演，可以再穿一包紅包錢，好，金幣先穿一包。哎呀，個海專再來。好啦，冇按夾，哎，不能隨便變，就給你們看到的，對不對？這個一夜定江山不是，對不對？保密，海專再來，來跟報名哈。啊，報名專先人叫桑桑。好啦，海專唔將來本啊，哈，先談過嚟。國寶級的也要聽一下講評，對不對？聽一下看法，對不對？好，莊老師，馮儀先生，我第一次看到安尼用造為入啊，哈，就是黃色的那個從阿爸是講從樹上掉下來就撿起來吹，哇，但真的是很厲害，懂看。還有說，我今天就長見識了，知道嗎？就原來2隻手拿着的話，就是沒有低音，一隻手有高音啊，一隻手有高音的。剛剛那個吹的那個客家本色有沒有？真的吹，然後我們的尤老師哈，還有我們的彩雲老師就覺得說，哇，可以吹到這麼高啊！對啊，就是那個一個比較啞巴音挺哦，可以吹到這麼，然後小康老師還一直在那邊跟，哇，好厲害啊！跟不上啊，真是的。2隻手跟不上人家的1隻手，沒有，他只有2根手指頭。懂厲害，懂厲害。然後阿爸真的是很厲害，很厲害，對不對？懂厲害。歹勢啦，國寶級嘅行可以談公平。哦，哎呦，我啦，國寶級嘅次獎拿獎給出來好。係咩？唔是輕分。認不認同老師？是輕分的啦。一致認同，高管滿分，超爆，獎金拿出來。阿伯公，歹勢啦，歹勢啦。
哎呦，你嗨转哈，嗨转，好，伊安尼也嘛个一杂书啊，低音的啊，两杂书高音的啊，嗨转样来表演。哎呀，好啊，一杂书又可以一关，两杂书两关，好，安尼安尼上包的呢，好哦，好嘛，再来好嘛，好，拜托像安尼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夹大天花来报名，你看到阿爸冇？一夜定江山，一夜走天涯，莫简单。电视机前面，嘿，不是生意啦，哦，网络上可以行动来电吧。电视机观众的朋友，夹大天花来报名哈！好啦，今天呢，感谢三位评审先生，还有今天的表演者，电视机台前的观众朋友，夹来报名哦！哎呦，来，用钱同老比，太阳来相比。